心想事成第8條法則，能改變和創造的只有自己。創造你本身嘅係你自己，能夠改變你本身嘅都係你自己。而家仔細觀察你四周圍睇下，你房間嘅燈、台同埋台上邊嘅筆，仲有電視機，佢哋喺被製造出嚟之前，都只係曾經存在喺人哋嘅腦入邊嘅影像。製造燈嘅人必須喺腦海中描繪燈嘅款式，然後先可以製造出嚟。電視機都係一樣，必須先有設計嘅人先可以被製造出嚟。再講，即使係製造電視機嘅工廠，都先要有人設計出一條生產線，然後先可以完成。由此可見，存在喺四周嘅一切都係經過某啲人嘅思考，然後先被製造出嚟嘅。目前你自己都係一種存在，而製造你本身嘅唔係別人，淨係你自己。喺你人生過程中發生嘅一切事情，都係依照你心目中所描繪嘅影像而被製造出嚟嘅。如果你心中充滿恐懼、不安、貧乏嘅消極心態，你就會變得意志消沉，充滿疑惑，個性都會變得古怪，對人生懷着悲觀嘅態度。將呢啲一步步咁刻印喺你嘅潛意識入邊，而潛意識一定會將刻印出嚟嘅嘢加以實現。於是你嘅日常生活中就充滿緊張、煩惱而日益不安，喺好多方面會感到越嚟越貧乏。你清醒嘅時候會一直不斷描繪自己人生嘅設計圖，你腦中所諗嘅事情，你心中嘅念頭，你所接受嘅信念喺你心底深處不斷描繪嘅層面，呢啲就係你人生設計圖。換句話講，每一分鐘你都不停咁喺度建造緊你心中嘅城堡，因此你必須擬定出一個更新更好嘅設計圖。你必須喺清靜舒適嘅環境入邊，把良好嘅設計圖輸入潛意識。潛意識一定會接受你嘅設計圖，並將佢全部實現出嚟。俗語話：看見果實就知道是什麼樹了。圓夢小語，我為我的人生負完全的責任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